见到伊目前的时间超过，日头也伫身边，完全是少年时幻灭的酸甲蜜甜。大江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才大狗的鹦鹉情看你来做伙跳舞。以前你是常水我两千八点。我熟悉，记录是就是你记住咱的老的散步。做伙来，甲你甲怎样是闯高看，茫然在，一定一海山，我要小摇滚爱未来。谁人要救海味61号？我生活伫高雄这个港都，海味就是我的生活。61号就是这间的地址。伫我这里会当看到足侪用台语写歌的乐团，足亲切的。目的就是咱会当伫遮简简单单啊、轻轻松松啊过日子，这就是海味。你是安怎？这面还有嘟嘟伊安怎？无啦，就拄则和阮爸妈冤家呐。恁爸妈冤家？啊，恁爸妈毋是拢伫外地咧做工课，足罕咧转来，你是搁咧冤啥？对，就是因为因无接转来，啊，逐摆转来吼，就一直要管我的代志哦。啊，若无就是一直问，一直问啦，实在足烦的呢。即马有爸母咧甲你念，你着爱珍惜啦。因就是因为关心你，毋才一直咧甲你问，对无？关心，因就袂自细汉甲我等互阿公阿嬷顾啊。无啦，你话袂当安尼讲啦，对无？啊，因嘛是为着要互你过较好的环境，所以因去外地做工课，对无？啊，无讲实在的啦，有对一个爸母敢讲离开家己的后生祖囝，是毋是安尼？我知影。哦。阿公阿嬷嘛是安尼甲我讲啊。啊，毋过我就是感觉足烦的嘛。好，你较冷静的哦。啊，无咱先听歌啦，吼。啊，等下是啥要唱啊？等下有一个哦，甲你同款，足有想法的查某囡仔。真是的。真的啊。王瑞德、甲艺人捌入围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奖，音乐类型有 folk 甲 indie pop， 伊用音乐替人解郁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慧珠王瑞德，欢迎大家来到海味61。今仔日呢是我第一摆专程用台语来演出。平常时其实做少有安尼环境会当好好讲台语，所以今仔嘛真珍惜安尼机会。今仔甲我演出的两位老师是 Peter 甲胡杰。好，安尼今仔日的头一条歌呢叫做《遮多遮多》，嘛有人会讲。遮济遮济。
着厝内锁匙，但是我无想要这样早转去的。偏偏有你，予我思来想去，啥物原因？心肝底唯一的风景。我到底伫倒位？要安怎来找着你？你一个确定的眼神，甲我讲，到这为止。世界上的歹势甲挑剔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水面甲故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世界上的含慢甲水开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大心甲创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迄个暗暝，拄我好的时机，但是我犹原无讲出介意的。唉，就煞煞去，为伫咱的缘分无可能开始，无需要拒绝来提醒。我到底为什么要你如何来爱着你？你一个确定的眼神，甲我讲，到这为止。世界上的歹势甲挑剔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水面甲故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世界上的含慢甲水开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大心甲创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世界上的歹势甲挑剔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水面甲故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世界上的含慢甲水开，拢嘛是因为要拄着你。世界上的大心甲创意，拢嘛是为着你，要予你看见。世界上的大心甲创意，拢嘛是为着要予你看见。遮多这条歌呢，其实是我2021年专辑内底唯一的台语歌，台语歌曲，安尼嘛是对我来讲真重要的台语创作的记录。其实台语是我的母语，自细汉就甲厝内底的人拢用台语来讲话来交流。但是大汉真少有安尼机会当好好啊讲话，所以呢，讲台语的时阵，就会想起厝内的代志。我有真侪歌曲，其实拢是写家庭的故事，有当时啊是朋友的故事，有当时啊是家己的故事。所以我台语的创作内底拢有真侪亲情的重量。刷落来即2条歌，一条是甲阿嬷有关系，一条是甲阿公有关系，叫做《高丽菜梅》甲阿公的假喙齿。
庄脚的花开甲遐尼济，放学的囡仔伫田花林弄西，无烦无恼，规工顾佚佗，阿嬷拢嘛甲阮款好势。话藏伫心肝底，满腹的感谢，着免搁加解说。阿嬷坐车，我来为你烘茶。其实我想要食你煮的高丽菜糜，高丽菜糜的滋味，不是阿嬷甲阮放袂记，是规家伙坐伫桌仔顶，点点仔食饭的风景，高丽菜糜的滋味。阿嬷甲阮放袂记，袂当搁来甲阮白头鬃，甲阮做好人，暗时着眠梦，去装一张空。的感谢，着免搁加解说。阿嬷坐车，我来为你烘茶。其实我想要食你煮的高丽菜糜，高丽菜糜的滋味，不是阿嬷甲阮放袂记，是规家伙坐伫桌仔顶。点点仔食饭的风景，高丽菜糜的滋味，阿嬷甲阮放袂记，袂当搁来甲阮白头鬃，甲阮做好人，暗时着眠梦，去装一张空。高丽菜糜。阿嬷的滋味，敢会当藏好？永远莫放弃。我讲的爱下落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。一个房间的倒位，阿公你挂着目镜在写字，烦恼就是细沙讲袂出嘴。一个房间的倒位，阿公照起工洗着结喙齿，煞定定食着清饭甲泡面。知影好趁早用心又有你，阮不知影，阮不知影，你来雄雄来离开。庄脚的厝边，门口的鸟咪一摆等待要着你，还阁有啥物无完成的代志，拢总往心做你去。
去。予你的纸钱，搁有加水，记着爱好啊早伫身躯边。还搁有一句话要记你讲，就是我爱你。阿公，你听得懂什么是 ABC 吗？这个房间的倒位，阿公你挂着目镜在写字，烦恼就是细沙讲袂出嘴。这个房间的倒位，阿公照起工洗着个喙齿，煞定定食着清饭甲泡面。是拢总放心做你去，予你的纸钱，搁有加水，记着爱好啊早伫身躯边，还搁有一句话要记你讲，就是我爱你。上尾这条歌是我真少写的 rock and roll 摇滚的歌曲。这条歌是甲赤字有关系，就是有当时呢想要甲家己感觉有意义的图赤伫咧身躯顶，但是赤字的时阵就是会烦恼爸爸妈妈看着这个图有啥物想法，敢会误会咱安尼。我就想讲，无归去啊，一世人拢甲穿长好啊，就甲安尼心情写做这条歌曲。歌曲内底呢有真侪是我甲妈妈平常时对话一寡意见袂合的，一寡对话甲写做歌词，所以就敢若妈妈甲我做伙唱这条歌共款。所以这条歌就叫做《为着莫互阿母伤心》。爸比娃娃，妈妈，但是天气遐热，流着地头毛，无代表我是歹囝。生你爸父孝子父母，哦哦哦哦，这坏代志我会想哭，哦哦哦哦，30岁还搞不清楚，哦哦哦哦，是我的，你也辛苦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。妈妈，谢谢你把我生下，我是世界上水的芭比娃娃。妈妈，但是天气遐热，流着地头毛，无代表我是歹囝。生你爸父孝子父母，哦哦哦哦，这坏代志我会想哭，哦哦哦哦，30岁还搞不清楚，哦哦哦哦，是我的，你也辛苦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。
拜托你莫搁规工烦恼，阿母讲的话你着爱听落。拜托你家己吃好穿好，阿母我偏偏不爱累，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，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，长袖。你着莫予阿母伤心，我要一世人情。长袖，长袖。你着莫予阿母伤心，我要一世人情。长袖，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，长袖。为了不让妈妈伤心，我要一辈子穿长袖，长袖。你着莫予阿母伤心，我要一世人情。长袖，长袖。你着莫予阿母伤心，我要一世人情。长袖，长袖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表演，希望大家听了拢有满足。未来我嘛会继续讲台语，继续写台语歌，继续邀请我的观众朋友来做伙行入台语的世界。我是王瑞竹、王慧珠，多谢大家，感恩努力。强哥啊，哎，我甲你讲哦，我啊嘛足爱食阮阿嬷做的高丽菜糜哦。我感觉吼，迄是伫咧即个世界上上好食的高丽菜糜。真啊假的安尼？啊无你两工传过我食，哈？那有啥问题？啊对啦，王慧主的歌你听了感觉安怎？我感觉吼，我应该定定转去啊，用台语和阿公阿嬷开讲，安尼我讲台语毋才会愈来愈进步。哟，啊，搁有无？搁有，我会尽量莫互阮爸妈伤心啦。赞，安尼毋只有乖。我讲的爱写落做伙来音乐才打到的鹦鹉唱我恁来做伙跳舞。强哥啊，毋过我阁有另外一件代志咧烦恼呢。是咧烦恼啥？就我的工课啊，呀，最近吼有一个升官的机会哦，毋过迄个所在都无伫咧高雄啦。我就咧想讲，我到底敢要接受即个机会？啊，无我少问者，你即摆顾虑的点伫倒位？你毋着讲互我听看卖？升官呢？要。升官安尼，我的压力一定会变做大啊。我阁会面对新的环境哦。重点是，我的阿公阿嬷啦，我会毋甘啦。我若是无伫咧厝里，因就无人通做伴啊。这个嘛，那安尼我就无法度替你做决定啊呢。佮较那讲，你的生活啦，你的工课啦，家庭啦，佮感情啦，这拢是你要家己去面对、家己去做决定的代志诶。我知影啊，毋过我就是咧想讲吼，我还阁遮尔啊少年哦，我是毋是应该阁较加油一下，为着台湾的未来小可打拼一下，安尼将来才袂后悔。你这个观念我足认同的啦。你互我想到一个主唱
伊的想法甲你共款，同款少年人啊？伊66岁啊。哈，66岁，哟，阿伯，啊，毋过哦，伊的作品内底吼，拢写一寡为咱这社会基层吼在出声的呢。有寡抗世的感觉啦。伊讲伊希望吼，伊希望透过伊的音乐来点醒台湾社会人情味的。啊，昌哥，你头壳讲伊偌济啊，66岁66哦岁啊。 66岁，搁咧耍乐团，嗯，安尼真正有厉害哦。对啊，你甲听落你就知影。张富伟打团乐团，张富伟捌摕过金马奖、参金曲奖，坚持用音乐为基层的人发声，为强的绘画的灵魂拍气。才要开始聊。阿伯阿伯，啊你上介高，嘴叫目叫是你的商标。有人在学老来讲你老，你拢笑笑讲我袂晓哦。你下面摸着爱老，我少年将你当作目标。你若渐渐就早咧走。 就唔知要怎活到老啊！阿伯阿伯，啊你上介高，水口好好，搁注这商标。别人若70，你就倒翘翘。你是70才要开始走啊！ 上介高，水叫目叫是你的商标。有人在学老来讲你老，你拢笑笑讲我袂晓哦。你下面摸着爱老，啊你我少年的将你当作目标。你若渐渐就早咧走，就唔知要怎活到老啊！阿伯阿伯。 啊！你上介高，水口好好，搁注这商标。别人若70，你就倒翘翘。你是70才要开始走啊！ 渐渐就早咧走就唔知要怎活到老啊！你下面摸着爱老，我少年将你当作目标。你若渐渐就早咧走就唔知要怎活到老啊！
大家好，阮是高团乐团，阮拄仔唱这条歌叫做《阿伯进行曲》，这条歌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歌，内底有一个男主角70岁，才头一摆拍电影，伊伫外口流浪差不多有50年足无简单，会当头一摆拍电影，然后会当入围金马奖，我嘛有入围金马奖。后来因为我有得奖，伊无得奖，我感觉伊有淡薄失望，所以我就帮伊写这条歌。有这个机会啦吼，唱互大家听，谢谢。春雨绵绵，春风送，母后时大，露水重，惊阮寒，搁惊阮热，惊阮袂困，搁袂食。父母疼囝是无所求，予阮一个温暖的手，念念，搁梦梦，梦阮大汉会做好囝。摇啊摇，搁烧啊烧，一年搁大一笑。摇啊摇，搁烧啊烧，一年搁大一笑。满面条纹，白头鬃，目睭微微啊，在看门旁，草原四世几十冬，门口一个老大人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叫你一声，好一声。阿母啊，阿母啊，望你知影，阮是谁？阿母啊。望你知影，阮是谁？
写这条歌嘛，已经差不多要20年啊。啊，这条歌是伫咧台中太平一个非常友好的查某囝。啊，因妈妈自少年的时阵，翁婿都无去啊，所以伊带4个囡仔，啊，一直照顾这4个囡仔，这4个囡仔拢足有成就的。啊，因妈妈拢一直伫咧伊的身躯边咧照顾，我感觉伊足伟大，所以我就希望帮因妈妈写一条歌。我听伊这个主角的，伊叫做李淑珍啦吼，伊写这条歌的歌词的时候，我有改过啊。啊，伊写一首诗，啊，我伫叫伊唱互因妈妈的声的时候，因妈妈会流目屎。所以我感觉讲，这种歌其实是应该大力吼去推广。阮是高团乐团，我是张武伟，感谢大家听阮唱歌，互大家听，谢谢。我讲的爱写拢有，做伙来音乐才有，打到的音有唱有，我恁来做伙跳舞。头笑笑，啊，关伫厝内，心情真歹哦，问伊要倒，伊讲凊彩拢好，找爱人啊做伴，坐来去交我，啊，心情快活，管你压力有偌大，我讲北海岸，咱来去北海岸，规家人山，坐来去宜兰线。工佚佗，心情转好，有月娘做伴，咱放弃上山，来去地方边啦。现代生活压力真大，找朋友做伴，坐来去交我，换一下心情哦，毋惊压力有偌大。佚佗，伊讲天气真好，有日头照照，啊，关伫厝内，啊，心情真歹哦，问伊要倒，伊讲凊彩拢好，找爱人啊做伴，坐来去交我，啊，心情快活，管你压力有偌大。
心情刚好，有袂样做伴，咱你放弃上山，来去地方边啊。现代生活压力真大，找朋友做伴，坐来去交换，换一下心情哦，毋惊压力有偌大。永伯啊，这条歌你是啥物心情写的咧？大家应该知影迄个要去宜兰有一个迄5号的高速公路，迄条崩坑有足长的对。我写这条歌的时阵，迄个崩坑还未起好。吼，我本身是宜兰人，因为我常常转去宜兰。你拢去打卡洗温泉哦？迄当阵啊，就是因为社会上有种现象出现啦，就是讲做大家父母拢希望家己的囝当考着大啊，啊无做医生啦，有诶会当读医科啊，哦，敢若读书最重要，安就对啦。啊，所以咱这个袂晓读书，爱做音乐的人，所以有当写一条歌，互家己的心情较好。啊，希望啊，大家心情放较轻松啊，因为行行出状元嘛。像阮虽然做音乐足辛苦的，但是我嘛是出状元。祝福大家啦吼，毋是讲说读书就一定会安怎，无一定啦吼。有当时啊做音乐嘛袂歹。好，感谢大家。土地是母亲，环境是老爸，买了到大细，已经沉落去海底。我是老母生，骨头是老爸，怨天搁怨地，不如家己。去看详细，三工海水内，四工做水灾，土地若无爱，祖先为倒来，歪脚也咧走，有念藏咱兜，白雪那顶头。为着心肝头，为何母亲看顾老爸，饮水思源，土地是咱的。土地是母亲，环境是老爸，买了到大细，已经沉落去海底。嘛是老母生，
骨头是老爸，怨天搁怨地，不如家己只看详细。三更海水来，四更做水灾，土地若无爱，祖先为倒来，冤茶也走，有念更难斗，百姓若真头，火烧心肝头。为何母亲看顾老爸，饮水思源，土地是咱的，饮水思源，土地是咱的。好啦，啥款？嘿嘿，这张宇伟阿伯，不，张宇伟大哥实在是足厉害呢。伊拢用到这个岁数啊，佮继续伫咧乐团界拍拼。哦，而且伊写的遐个歌啊，遐歌词啦、主题啦，拢有咧关心台湾的社会，佮有这块土地哦。牛，真正牛。对啦，参我拢比袂过伊哦。毋过我介先吼，小可会当体会啊啦。像我遮尔少年啊，我吼应该搁较努力拍拼一下。当然，厝里的亲人嘛是爱陪伴。我想我应该会当找到一个 balance。等，balance 是啥 ？balance 哦。要。balance 就是讲两边拢有照顾到的意思啦。哦。我安尼拄到机会啊，袂用这凊彩就放弃哦。真好。啊来，这美女顶悬哦，你凊彩点，我请你。